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已婚。哈？你讲我已经结婚了哦？哎哟，无啦，人我是已婚，毋是已经结婚的已婚。已是草字头加所以的意的已，婚是婚草的婚。我今年要袂嫁咧。唉，人我自细汉个性避暑兼贫惰出门。尤其是学习了后，就是日到暗守伫厝里。无啊，张我小姐，你秘伫房间创啥货啊？要生菇啊，甲我出去老老实实的啦！吼，爸又搁变做平湖菜龟，10年啦！哎哟，有影好心跋落顶，吵死啊！果不2、3钟，转来去阿嬷兜，阿嬷上疼我，安尼耳孔较清净。我3步做2步来到阿嬷兜，看到阿嬷拄好咧烫衣服，我开嘴就塞奶讲：“阿嬷，我来啊！你咧无用烫衫哦？”阿嬷听一个冰白解，300孙，阿嬷咧熨衫，毋是烫衫啦。侥幸哦，我这个台湾妈哪会饲一个外省仔孙？我咧，人若衰，政府啊，阁会生菜龟呢。明年啊，去互人骂闭母，明年啊，阁互人口说是外省囡仔。有影心情压榨，自赞袂调。想一个真，人骂的、念的，嘛是有理咯。我确实点空句，台语哩哩落落半正八，阁要甲人去读台语系，哎哟，会去互人笑死。18岁啊，真正爱当大人啊！好，来去来去。我这个道理要来去道理学台语。哈？啥？你讲我最毒妇人心要道理哦？无啦，人我是正讲存好心、讲好话、做好代好人呢。免惊，毋是要甲你毒好死，我是想要毒一个人去旅行，也就是华语的壮游，就是一个人用双脚去处理想要去的所在。草地亲情，食饱就行。我是火车票拆好，连面就去行。火车渐渐咧去行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。我派重宽宽的牌啊，坐伫火车顶，目睭看窗仔外电火条，直直倒退路，景色愈来愈青昏，心情也紧张也欢喜。小姐人啊，你排遐重是要去倒位？我头看一个真，原来是一位阿伯啊，咧关心我。我随应讲：“阿伯，我要来去台北。”要去台北拍拼哦？毋是啦，是要去壮游啦。吼吼，原来是壮游，无怪行李遐尼重。啊，原来阿母讲的是真嘞。迄阵咧款行李的时，我准备1领雨衣2双鞋，4领裤8领衫。阿母目睭银汪汪，啊娘喂！一捆头4领裤，一个骹蠓甜蓬蓬，啊是要对人走哦？阿母，人我有铺排，4领裤，1领青，1领黄，1领优美，1领万一。好好好，又在你唔听老人话，你会真狼狽。阿母，你莫看鸟的无点，大丈夫啦。就安尼，坐踮车内，一路摇啊摇，天色也倒到暗咯。台北到啊，台北到啊！爬落车的旅客，请唔通袂记入别人的行李，嘛爱注意月台边的空客。
落车了后，搁搬2架车来到九份啊。听讲遐透早日出足水，我有请舅公。啊？你讲阮舅公住九份啊？哦，无啦，舅公就是Google先生啦。有小介一个所在，会使看日出的好角是。我4点就精神来到地，想袂到真侪人比我较早来，做伙欣赏日头铺上山峦的好景致。天豆豆啊拍曝光，我咧想日头应该要出来啊！就伫共即个时阵的共迄个时间，一粒日头雄雄跳出来，我冲一个大声喊讲：日头出山，日头出山！边仔人听着，拢惊一条，啥出山？呸呸呸！乌鸦喙，囡仔人乌白讲话，迄叫日出啦！哎哟，我若无好好学台语吼，我的台语真正会出山啦！读万卷册嘛爱行万里路，我即个道理头一摆7天6暝道理学台语，虽望有淡薄落差。毋过，我会晓家己计划、拍票、坐车、订民宿，佮强逼家己用台语甲人拌暖。台语进步有够济啦！佮有哦，你有看无？我的腰佮进步愈济哦。多谢大家。好，这个懂你哦掌声。